欢迎收听8月22号的迦南之声，我是思谦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撒母耳记下11章14到27节，心思的战场，最要命的事。罪恶要命的事是什么呢？罪恶要命的事，就是罪恶常常在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潜移默化，甚至让我们就觉得这条道路才是对的。诗篇一篇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有福的人就是能够在这最要命的事上面察觉上主心意，而且按着上主心意去行的人。有福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也是今天 RPG 祷告的金句：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我们都知道大卫是从年少就开始跟随上主的人，而且他非常渴慕，非常喜欢，非常敬畏主。不管是主他怎么样带领大卫，在这过程中他一直都按着上主的心意。可是今天的记载却让我们看见，就在那一个短短的时间没有昼夜思想主的话，就在那个短短的时间罪恶就是这样子的找到那个破口，找到那个空隙就钻了进来。所以其实这3句话，我今天是用和合本做这个金句，真的是讲得非常的有画面感。很多时候罪恶就是从那个听从什么样的想法开始的，接着呢，人就会开始渐渐的走上这罪恶的道路，然后会以为自己就应该要坐在那个座位上。我们看见大卫他得罪主得罪人就是这样开始的，先从一个起床之后的一个意念，从了恶人的计谋，然后把人叫来发生了关系，结果对方怀孕了之后，他还要想尽办法引导这位乌利亚，为的是要掩盖自己的罪恶。他已经走在这个罪恶的道路上。大卫甚至到后来，当他发现乌利亚没有如他所愿的回到自己的家，与太太睡在一起，他决定他要杀了乌利亚。罪恶要命的事，大家发现了吗？原来是从自己开始，然后到后来是要别人的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我们很有可能会像大卫一样，因为我们都知道大卫是一个很爱主跟随主的人，然而他都有可能有跌倒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所以在面对那个自己的过错罪过或者是罪恶的时候，箴言28章13节说的很有意境，或者是说这就是人生的哲理，说掩饰自己罪过的不能有幸福的人生因为我们都看见一个谎言接着一个谎言，一个行动接着一个行动，犯下一个罪恶接着再一个罪恶，为了要掩饰之前的罪恶，这样的人怎能有幸福的人生呢？然而承认过失而悔改的，我承认我做了这件事情，然而我不再这么做。这里说上帝要向他施仁慈。可惜的是，在今天的经文我们看见的是，大卫就好像坐上那个亵慢人的座位一样，他要乌利亚的命而且他运用他王的权柄，要他的将帅这个约押跟他一起联手，让乌利亚这位正直的军兵，这个军官死在战场上。而在这个对话让人觉得真的是
充满了人心思意念，那个关系利益权衡的这个衡量在这其中。大卫要约押派乌利亚上前线战场，战死沙场。然而约押他也不是笨蛋，他知道王的心意，但是他也不要完全听王所说的，以至于他自己好像违反军法，或者任意让自己的将士死在这个沙场上。所以他后来在呈报给大卫的这个战士的报告书里面呢，就有讲到说，他们其实不是把人带到那个城墙的前面故意让人杀害。因为其实在他们那时候战争的教育里面，就曾经发生过一个事件，就是基甸的儿子亚比米勒，他被一个不会打仗的女子推石头，只是因为他们太靠近那个对方的城墙边，所以被那女人推石头就压伤，后来就死了。所以在他们的战士教育里面，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法则，就是不要太靠近对方的城墙，以至于别人可以随意把你杀死。然后今天大卫要他做的好像就是像这样的事情，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约押清楚的知道，他也不要让大卫之后用这样的事情来说他的不是，说他的没有尽责，甚至军法处理。所以他要他的这个信使，就是去递信，就把这个信传信回到大卫那里的这个士兵，要他说你就告诉王说，敌军比我们强大，他们从城里冲出来，在城郊跟我们打仗，我们把敌军赶回城门口，他们就从城墙上对准我们射箭，在其中陛下的一些军官中箭身亡，赫人乌利亚也死了。其实约押跟大卫他们好像在这当中有一个默契，重点是要说这句话了。在这里我们看见人的作为，人的想法，人的诠释，甚至在那个利益衡量当中，大卫看似做得天衣无缝，大卫看似做得很成功，大卫看似让人没有发现这位乌利亚他是无辜死在沙场上。所以经文最后说，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听到丈夫阵亡的消息，就为他举哀。居上的日期过后，大卫把拔示巴接进宫里，成为王的妻子，给王生了一个儿子。最后一句话是今天这段经文的重点，叫做但是上主对大卫所做的事十分不悦。大卫所做的这件事情，好像在人看来很厉害，没有任何的漏洞，不会诉诸法律道德好像也没有问题各样的方面，大卫还是一个王，谁能够审判这位王呢？然而在主的眼里，这却是十分得罪。而这样的一个事情，接下来也埋下了大卫他后来的人生真的是在人看来不太幸福的原因。这让我们来默想，我正在做的事情是上主所喜悦的吗？他喜悦我做这事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的自由意志，我的选择，我按着我喜欢所做的，所以我的主喜悦吗？还是因为我按着什么样的原因去做这些事的时候，它不仅是带来自己的益处，它真实的能够祝福人呢？很多的时候，人是看表面，但我们的主却是鉴察我们的心里面。恳求主帮助我们，不让罪恶来要我们的命，也不让罪恶使我们对人亏欠。恳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要谢谢你透过大卫他所经历的事，再次成为我们的提醒。
很多的时候，主啊，我们真的就在那个极危险之处，我们离罪恶不远，甚至我们偶然就活在罪恶之中。主啊，谢谢你，因为有你，我们能够被光照，我们能够在今天再次展开新的一天，再次新的生活，再次新的省思的时候，我们再次的去思想，我正在做的事是不是你所喜悦的。主啊，若我们所做的事在人看为好，但你却不喜悦，恳求主你向我们显明，也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做是合你心意，也叫众人甚至我们自己得着益处的，使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生命真的常常的来经历昼夜思想你的话语，活在那有福的道路上，而不是有罪的道路上。谢谢你爱我们，透过今天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提醒。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愿上主赐福你，行诸合神心意讨他喜悦的事。我是世界牧师，我们明天见。